好啦，呢段片咧就講到巨型金屬結構啦。咁巨型金屬結構咧就係金屬本身特有嘅結構嚟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會講下金屬鍵點樣去形成啦。咁金屬鍵形成咧就有幾個階段嘅。咁我哋會用一個蠟啦嚟做一個例子啦。咁我哋用下邊呢幅圖嚟講啦。咁譬如舉個例，呢個係一個鈉原子嚟嘅。咁鈉原子咧本身咧，佢嘅排布係201啦。咁咧最外層嘅一粒電子咧，其實佢就會咧容易咧會失去嘅，或者叫捨棄啦。咁就變成一個叫離域電子啊。離域電子意思即係佢唔再喺個原子裏邊啦，佢就會喺呢個位置叫做電子海嘅地方。OK，咁鈉原子咧本身咧，佢失去咗電子之後咧，咁佢自己都會變咗做陽離子嘅，因為佢嘅質子數目咧係會多過佢本身佢擁有嘅電子數目啊嘛。係咪啊？咁變咗做一個正嘅陽離子啦。咁原因就係因為佢有11個質子，得返10個電子，咁就會帶一個正啦。因為電子係負，質子係正啦。OK。咁喺呢個情況下咧，陽離子同呢個電子海嘅離域電子咧，就會產生一個叫做正電吸引力。正同負之間有個吸引力啦，咁呢個吸引力我哋叫做金屬鍵啦。咁金屬鍵咧係一種強啦，同埋係無方向性嘅正電吸引力嚟嘅。因為其實咧，佢只要隔離又有電子嘅話，就會吸引力㗎啦，所以就冇一個固定嘅方向。好啦，去到課堂活動7啦。咁我哋其實咧好多時候都要解釋下點解佢哋之間，譬如有3種金屬。同一週期嘅3種金屬啦，鈉、鎂、鋁，咁佢哋點解個熔點咧會不斷增加咧？咁其實就要用同翻個金屬鍵去解釋嘅，因為其實鈉我哋喺上面講咗啦，失去一個電子就變 Na 正啦，鎂就會失去2個電子變 Mg2正啦，而鋁咧就會失去3個電子變 Al3正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會見到咧，喺電子海裏邊嘅話咧，最多電子嘅就係離域電子嘅就係鋁啦，佢有3個，鎂有2個離域電子，而鈉得1個離域電子啦。咁所以咧嚟講咧，佢哋嘅熔點咧，因為如果佢哋嘅陽離子嘅電荷越高，電子又越多嘅話咧，佢哋金屬鍵嘅強度就會越高㗎啦。咁所以佢熔點咧都會係最高嘅喺3個裏邊。